點算好咧？無家可歸啊！哎呀，痛啊！你想點啊？張老師最新嘅絕招嚟啦，就係教小朋友講普通話，絕對普通話。聽日下晝6點，兒童台。唉，又開學啦，又係呢一班，又係呢個班房。哎呀，乜又係你啊？年臨班都有啲嘢唔同噶，好似件校服就越嚟越窄啦，我就越坐越後。嗱，唔好俾我估中啊！哎呀，又要考試啊！點解啲題目硬係唔識答噶？點解唔早啲溫書啊？晏晝啊，夠鐘！起身啦，返學啦！由而家開始努力讀書，升班，使乜驚喎？有線電視兒童台，跟住嘅節目有廣東話同日本話兩種選擇，你可以利用麗音揀你中意收聽嘅語言㗎。由名師指導，教導小朋友寫毛筆字要訣，喺學習過程中可以領會書法嘅樂趣。金龍船之一手好字，逢星期六日上晝11點，兒童台。金龍船之一手好字係由送禮自奉中秋佳品嘅金龍船月餅獨家贊助播出。只要你寫得一手好字，又係8至14歲，就快啲參加金龍船之兒童書法狀元榜，即刻將個人資料、注明參賽組別，連同一篇自己寫嘅書法寄嚟或者傳真嚟兒童台。優勝者可以獲得金龍船海鮮酒家送出總值36000蚊嘅書券及金龍船禮券。9月30號就截止報名㗎啦。真言真語，同你一齊了解多啲中國文字嘅真義，佢哋有趣嘅解釋，十分益智之真言真語。兒童台星期1至5下晝6點。細個就做明星，好威喎！雍正晶嘅囡囡拍完劇集仲話：做明星啊，好開心啊！喺屋企嘅小朋友會唔會都好想做下小明星呢？星期5下晝5點3 A 級世界時段，雍正晶帶埋2個寶貝女上嚟，同你傾下佢哋點樣踏上童星路。你有義務了解人權同基本法，你有權利收睇呢個節目。阿公、文仔同你一齊成為公民精英，認識我哋嘅權利同義務。公民看天下，星期1至5下晝5點，兒童台 A 級世界時段內播出。我要挑戰你，想挑戰我贏緊你喎！冇咁簡單，除咗挑戰你嘅身手敏捷，仲要考驗你對公民權利有幾多認識。10月5號起全面展開公民精英大挑戰。A 級世界見啦！歡迎參加錄像學會，嚟呢度我哋會教你點拍片，點樣將你嘅意念變成畫面。尤其參加咗我愛香港全港小學生錄像大賽嘅同學，更加唔可以錯過。錄像1分鐘，星期1至5 A 級世界時段內播出。咦，藍精靈啊！哇，仲有小綠寶喎，好多禮物啦！哎呀，啲禮物喺邊啊？冇㗎？唔使揾啊！打電話嚟 A 級世界嘅機不可失，玩個遊戲就有獎品攞㗎啦！星期1至5，記住呢個時間啦！一齊嚟創造美好將來。你想唔想攞 A 啊？想攞 A 就要嚟 A 級補習社。
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員擔任講解老師，每日分別講解5大學科。每日仲有專題講座。逢星期五仲會接聽同學電話查詢功課疑難。A 級補習社，星期一至五下晝5點，兒童台 A 級世界時段播出。A 級世界，星期一至五都一定要做嘅功課。星期一有三字經，狗不教，勝乃條，用4歲。星期二有打機敢死隊，星期三有地球有難，樹木房屋抵受唔到呢個速度100公里。星期四有害人害物。環保㗎，你知唔知啊？唔知啊，話你知啦。哇！星期五有 Pat Pat 與你少年超人同交叉檔案啊！哇！A 級世界係我最中意做嘅功課。A 級世界成精各行業人才，我哋需要職業特工維持香港清潔。不平則鳴，時事評論員幫小朋友作出申訴。當然唔少得天才偵探嚟考 IQ 破奇案啦。我哋更加需要專業社工幫我哋解決煩惱。講到食，梗係要營養師幫手啦。星期一至五下晝5點，兒童台 A 級世界等緊你嚟應徵㗎。